公司註銷咗啦，員工救邊個呢？正好可以提起勞動仲裁呢。近日有客戶諮詢一個問題，佢嘅單位係汽車檢測站，因為數據造假，老闆被捉咗。而家公司可能走向註銷嘅程序，佢就問公司欠佢嘅工資能唔能夠有辦法追翻嚟呢？喺職場中，公司註銷嘅情況並不少見，但係當公司註銷嘅時候，員工嘅權益點樣嚟保障呢？仲能唔能夠提起勞動仲裁呢？如果能夠，應該救邊個呢？呢啲問題困擾咗好多嘅員工。我哋就詳細嚟探討一下公司註銷之後員工嘅維權路徑。公司註銷後嘅法律後果係咩呢？根據民法典嘅規定，法人嘅民事權利能力同埋民事行為能力從法人成立嘅時候產生，到法人終止嘅時候就消滅啦。因此，公司註銷之後，佢嘅作為勞動仲裁嘅被申請人嘅資格亦都隨之消失。那麼，公司註銷之後，員工冇辦法救公司，應該救邊個呢？喺公司註銷後申請勞動仲裁，確定被申請人係至關重要嘅。如果公司未依法清算就註銷，員工應該將公司嘅股東、發起人或者出資人列為被申請人。喺確定嘅時候，要準確掌握呢啲主體嘅身份信息啊、姓名啊、聯繫方式啊、住址等。呢啲信息可以通過公司嘅工商登記檔案查詢獲取。公司嘅註銷並不意味着員工嘅權益冇辦法保障。喺公司註銷之後，員工依然可以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己嘅合法權益。